现在给大家录制这种卡竹片的教学，你慢点 ，OK， 卡住两边，这个头彩的比较难往里面挤，但是后面的话大家再买的话就不会这么难卡了。看主播都卡不住，所以说大家能买现成的买现成的，不想买现成的自己最好是买那种带包装纸的，就没这么难去抠。包装纸的话就很容易。不要卡竹片。对，不要卡竹片。就这样吧。